點解年紀越大啦，越容易患上呢個糖尿病啊或者三高問題咧？就隨住年齡增長啦，新陳代謝率會下降啦，身體嘅機能唔係咁好，咁好容易就會有呢啲三高啊等等嘅問題出現。西藥係咪真係可以根治到呢個三高啊糖尿問題？其實西藥咧，佢始終有佢嘅副作用喺度。咁如果真係食藥之前咧，都要問咗醫生，其實有咩嘅副作用喺度，影響健康。我哋長時間食西藥嘅話，其實佢對肝腎嘅影響會唔會好大，或者係咩影響？其實都會㗎，佢都有個副作用喺度咧，就會沉咗喺個肝嗰度累積住喺身體，咁就影響咗肝臟嘅功能。因為其實肝啊、腎呢啲咧都係我哋一啲排毒好主要嘅器官啦。咁所以如果排毒素唔好嘅話，其實身體個狀況都唔會好啦。呢個百益葡萄籽佢嘅成分咧係點樣幫到穩定到血糖啊或者係三高㗎？佢最大嘅賣點就係因為佢一個非常之好嘅抗氧化素，可以保護到個器官嘅健康，應該由細胞嘅 level 開始保養到佢，令佢冇退化得咁快。咁如果呢個情況佢持續咁樣惡化落去，會唔會導致到洗腎？都會㗎，呢個其實亦都係香港一個非常之常見嘅情況嚟嘅。洗腎其實就好慘，因為佢真係要定期去洗。你覺得其實我哋嘅功能性食品同中藥啊、西藥啊最大嘅分別？其實我覺得最大嘅分別就係功能性食品咧，就冇副作用咯。西藥頭先我哋講過有啲副作用影響肝同埋腎啦，咁但係至於中藥咧，最擔心係佢藥材嘅監管底下，如果冇監管得好嘅話咧，有時佢個重金屬嘅成分都會可能高咗，或者農藥嘅成分高咗咧，同樣地都會影響肝腎嘅健康，咁所以大家要注意啦。